台北发生随机攻击案了后，就有人伫咧网络黑白铺文，讲要伫台中杀人，即阵是已经互领到，法院嘛已经裁定羁押。就今日出代志，台中警方是宣布讲，接落来跨年暗会要来执行安全的检查，若要去参加跨年活动的人是袂当拖行李箱去的。警察摕区票甲人押上车。南投警方23伫抖音等的网络社群发现一个铺文，讲到12月19台北攻击事件，这个嫌犯是因阿兄，因是共一个组织，而且讲要伫咧台中的卖场、电影院、连锁素食店大规模杀人。检警同一天伫咧台中丰原找到这个铺文泄露的嫌犯，以刑法恐吓危害公共安全等罪嫌移送法办，获审了后向法院申请羁押核准。经检察官核发拘票，在台中市丰原区查获罗姓涉案的犯嫌到案，并查扣涉案的手机1只。全案讯后，依刑法恐吓、危害公共安全等罪嫌，移送南投地检署侦办。台中市嘛提升防止恐怖攻击的层级，警察详细伫咧舞台边搜查。台中市下年暗会即届伫咧水南中央公园办理。今年会派700个警察伫咧附近采6个安检站，而且为着避免有人模仿台北攻击事件的行为，嘛加强安检的速度。头一届禁止民众载行李箱、甲登机箱入场。民众到安检门的时候，就先把口罩拉下来。那因为这个大型行李箱里面可能藏有一些物品，是比较难以检查的。禁止携带我们的大型的行李箱，这是以往没有的一个措施，请市民朋友要特别注意。为案的勤务当中，嘛有温暖的故事。警察区别营伫咧台南市永康转运站外口，伫咧执行守望的勤务。分署派长枪，而是这一天有一个女高中生送伊一张用手写的卡片，内底写感谢警方的守护。我以为他是要我们的协助，没想到他就拿出一张卡片给我。我就觉得那时候瞬间的疲劳感都消失了，更有动力继续保护大家。另外，台北市中正一分局平安暝有民众去送感谢卡，卡片内底写的拢是对因的支持甲感谢，嘛互基层的警察感受到温暖。记者综合报道。